欢迎乡亲继续收看《华视台语新闻杂志》。每一年农历的3月，妈祖绕境的活动总是会吸引到真侪信徒热情来参与，更加互看作是世界级的宗教文化的大代志。那是大甲妈、白山妈甲北港妈闹热来示警，全台湾各地妈祖庙嘛侵入到各乡镇的大街小巷，甲民众的生活看甲条条条。有一个女画家叫做朱朱，10年前用行路环岛的方式来走访到台湾各地妈祖庙。在这个过程中，捌去互狗仔入过，嘛捌感受过生份人的热情的款待。这个低酸苦险行脚火的经验，支持着伊一步一脚印来完成着妈祖的导向。伊毋但是为妈祖娘娘，嘛来画出着背后精彩的人生，甲台湾深厚的人情味。真的蛮傻胆拱大那种，就觉得天哪，我怎么会这么天真，认为可以走这个路这样子？我觉得那时候心里面会特别想说，妈祖可不可以来救我？在画画的这个过程中，会想到那个长辈的那个面孔，然后或者是想到就是他所传达给我的那个妈祖的故事。我觉得那个神韵中可能带有某一种对于那个地方的那种感情或那个感觉。一笔一画，详细画出妈祖慈悲庄严的外形。画的时阵，朱朱想到进香要紧，有780岁阿嬷为妈祖做志工来煮食切菜，阁有第二头的脚行路的信徒虔诚的面。这是互伊画超过10年的动力。严格来讲，朱朱毋是正统的画家，无受过正规的美术教育。复旦中文系毕业，厝内人原本期待伊考公务员，不过就伫大学毕业迄年，伊走向一个无想过的人生方向。我其实那个时候一直会觉得说，我到底要去就业呢，还是要继续升学？我就说啊，姓庙啊，我刚刚已经辛苦经济困难。当我讲完那一段话的时候，就从那个神像的那个位置，就有一个非常温暖的感觉，一直向我靠近，然后把我拥抱这样。然后我心里面其实冒出了一个我没有过的想法，就是想说，我对你去进香。南下辽境进香起价，必有着咱宝岛台湾，风调雨顺，国泰民安。然后我就发现说，其实就是跟着妈祖去旅行的一个过程，会让我看到更多不同的一种观点。加油！加油！来呀，有水有饮料啊！有饮料啊！再给我一个书就为了那1年1度妈祖来，拿出来买一些水跟饮料、饼干，请大家吃。这样，我觉得这个真的是蛮感动。平常你根本不可能会说，你请我吃东西，跟一个非亲非故的人，可能1年我们就见那么1次面，甚至一生就见那么1次面。乡下的那个进香活动跟都会区不一样，就是你看这崩大，就跟都会区不一样的啊。你刚才走了，香客已经习惯了，到哪边就哪边有的吃了，他们就不用再去烦恼说啊，我环岛要去哪边找吃的，不用，那顺着它的路径就知道哪边有可以吃的。来煮买啊！啊，无人到几点？跟妈祖来吗？拢食饱才有酒。啊，妈祖来拢暗时拢凌晨了呢。记着众生平等的那种精神，没有分别心，所以才会想说那么多人啊！你看那么多人，不是只有我。然后我记得我那一年，我就去帮他洗碗，结果我一坐下去，我就坐到凌晨2点，我就一直不停的洗，应该洗了上千个碗，就洗到凌晨2点。然后他自己一个晚上在那边一直煮，不停的那个锅铲，我看那个都是大鼎，一直铲，就这样子一个晚上供给几万人这样吃。其实我当下冲击真的很大，我会觉得，天啊，就是他1年1度，他就是无私的，他自己掏腰包去奉献这个东西。感恩哦！这我咧画图的啦，这我画妈祖上头。小礼物，这我画在家嘛。你敢有这份啊？阿袂，我就爱画图，祝你找一个好老公。我见到这实验就好，谢谢。每一年妈祖绕境总是这么侪高水的面，让人感觉真欢喜。
猪猪想到第一摆进香要紧，已经甲双脚破皮，看到和伊同款的信徒，阿公阿嬷犹原坚持继续行，佮有提供点心的店家民众，热情接待，无求回报，因的眼神坚定佮真诚。 对一个伫人生路口的少年人来讲，真震撼。然后我那个时候才在2010年的时候，我就去徒步环岛，才想说去找寻更多妈祖的故事。所以其实我每天大概会走8个小时，一天大概走30到40公里，然后大概是35天左右把它完成的。然后环岛1周大概是1200，所以我那时候单纯抱着一个非常天真的想法，想说我加个500公里。 就可以环完台湾一圈，其实也是蛮有趣的。就是在路上遇到的每一个人都会觉得说啊，你在环岛啊，或者因为我就拉着一个菜篮车，然后就是大家就想，哎，你是不是清洁队派来打扫的？因为我为了赶那个狗，就路上会有一些冲出来的狗，我就买了一只苍蝇拍。那时候因为屏东那个乡下的时候狗比较多。 然后我就边走边走，狗就冲出来，因为它是没有绑绳子的，它就是会一直追在我的脚边，一直叫的那种。然后我就想说，天啊，怎么办？我就是撑着我最后的一点力气，然后这样子边拐着边就是掰咖，然后边跑，然后为了就是赶快离开那些狗。以前可能那种神话故事看太多，诚心祝祷之后，那个神明就会现身。我在想说，我这样子诚心祈求妈祖会不会突然就是现身在我旁边说，来，我来救你啊，这样的那种感觉，我就想说，就是有点天真啊。我那时候走那个苏花公路的时候，我觉得真的是非常印象深刻。那时候台风即将要来，所以那个时候其实有点在下雨。然后我那时候看到路上非常多的蚯蚓爬出来，就整条马路爬满蚯蚓这样。我那时候想说，天哪，我到底要不要救他们？因为我想说，因为车子过去，他们全部都会被压死。所以我那时候还拿了树枝去勾那个蚯蚓，一只一只勾着，然后从这个山壁边勾一勾，然后到那个，反正就是把它们放到路的两边，然后我还穿越那个苏花公路的马路，那个一个碎石下来，我可能就是直接倒地了这样子。我没有想说要放弃这件事情，是因为觉得说我已经发文说我要走了，那我如果回头啊，我很没面子，所以我就是硬着头皮走下去。他们就会默默的，就是看我从这样走，慢慢走过去。我印象最深刻是一个阿伯吧，他就突然就停下来，就停在我旁边问我说：“哎，你在干嘛？”这样他说：“我看你一直在路上走，你到底要走去哪里？”我说：“我在环岛。”他就拿了一个 DM 一个传单。饭店的传单给我，我就打开来看，里面有一张收据，他已经帮我把那个饭店的钱付了。他是那个开一个剔骨啊，就那嘣嘣嘣嘣，他已经一段距离，大概可能1公里，然后我还这样跑走上去，就这样掰卡的跑上去，然后我说这个我不能收，因为他帮我付钱了。然后他就说没关系啊，你年轻人出来走这么有心，鼓励你做这件事情。所以当天晚上我就去住了那个饭店。我当下真的是觉得真的非常非常感动。那一晚住的是我那一次旅行中最贵的。环岛旅行结束了，猪猪更加确定家己的方向，大胆去试家己介意、却无认真去做的艺术创作。伊家己每一间庙翕到的妈祖的相片，拢会做图。那妈祖它是可能一个某一种核心的价值或者是意义，但是不能都只靠神。就是台语说爱行马爱灵，就是我们还是要靠，基本上天助要自助。我觉得人还是要一步一脚印的去完成自己人生的事情啊。其实这个是真的让我真的体会到这一点。自体会到开始认真做妈祖的画家，佫是一条艰难的路。10年来，依照妈祖的形象，继续到各地去行，走访超过200间庙，亲历台湾每一个所在。我没有跟我妈说这件事情，我妈可能会担心在路上的一些状况，会觉得说，哎，你这样安不安全啊？那钱够不够用？包含我这些创作都是开始都没有跟家里讲，我是到近几年，大概这2-3年比较有一个发展的一个好像比较有一点点小小的被看见了，他们才真正的就是有点接受我做这件事情。这一路以来真的受到很多人的帮助，甚至是妈祖的帮助。我那时候其实最开始要办展览的时候，那时候其实也没钱嘛，就是真的是没钱的时候，然后我朋友还包红包给我说，无资源嘛无名，猪猪头一摆展览就家己出钱伫台北的册店，为着支持梦想，日时做工课，暗时画图，就像环岛的时拄着各种的考验，伊的脚步悠然坚定，
伊想要让妈祖的精神伫无共的所在互看到。其实我觉得大家可能，比如说来到书店，他就这样子经过，妈祖在书店里面呢的那种感觉，或者妈祖在橱窗里面呢，就是好像他会有一种惊讶感，说，妈祖怎么会在这里？这样不是一般既定的印象，说妈祖一定要供奉在庙里，然后我一定要到庙里面才能拜到妈祖，而是他就无所不在的在我们生活中会出现，而且其实他最重要的，他是在我们心里面，很奇特，也很欣喜，因为想象不出来这个书局还有呈现这种。好像是我们的长辈的感觉，他画里面的妈祖是像这样子。足足透过妈祖的话，想要传达的不只是慈悲庄严，更有旅行当中看到的无数奉献，感受到的人情味。我看到了在这过程中人与人的互动的那种感觉，我就那我应该也可以，我觉得我也可以做一些我自己能力所及的为大家奉献，然后你再把它翻回来，这样就完成了。因为当年参加邀请，伊熟悉各地无同的人。黄猪猪啦，我上头捌你啊！我之前较注意同齐行。这份人变做好朋友，一年一摆做回来服务。人跟人之间互动的那个情感是非常有温度的，然后从别人的笑容，我可以感受到满满的正能量，然后可以再回到工作岗位继续冲刺。去那个金山金包里是那个海岸妈祖，他会回每年的4月16会回海狮洞，因为这样因为认识，所以每一段跟姐的缘分都是因为妈祖的关系。我是从台北来，以前都是受长辈照顾，那现在我们来回馈长辈。愈来愈多少年人来传承无共族群的融合，这不只是宗教活动，嘛是台湾上特别的文化。我觉得真的蛮有趣，就是其实它除了宗教力量之后，我觉得有某一种就是那种可能比较更贴近年轻人的那种，就是可能它有一些，比如说关美食啊，或者是地方旅行啊这种有关的东西。妈祖的话，它其实已经跨越了各种不同的宗教跟那个年龄层，还有包含种族。那比如说闽南人也会拜妈祖，客家人也会拜妈祖，然后包含新住民、原住民都会有供奉妈祖的这个信仰这样子。我觉得其实它是一个已经就是跟台湾的这个土地跟文化已经扎得非常深的。祖祖为妈祖，为家己画出完全无同的人生，嘛画出妈祖带予人的力量。这一路有艰难，有温暖，有奉献。妈祖的影响不只是信仰，更有人和人之间上感动人的情感。